都仔细着点儿，盆景的方位、层次一丝也不许错。庭院的落叶、尘土半点痕迹都不许留。你们两个赶紧把花搬出去。今日府内为何这么大的阵仗，连嬷嬷都比往日严厉许多？嘘，你可小声点吧，这都是为了迎接咱们未过门的世子妃。她一个乡下来的命也真好，竟攀上了咱们晋安王府。殿下，我们已进入晋国京城界内，马上就到王府了。明说，如今我已离开燕国，还是那个被晋国丞相府丢到乡下自生自灭的嫡长女，不能再称殿下。属下知错，只是小九为何要再次与丞相府那个狼窟扯上关系，还要嫁给世子那个纨绔？祖母被害，丞相府的险恶在明，而杀害祖母的凶手在暗。我查到一切都指向听风阁阁主，所谓意外，很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而如今在这晋国，我手中最大的筹码，便是与这晋安王府的婚约。万事需小心，切勿打草惊蛇。是。哇，这张好漂亮啊！哎呀，是啊，哪家闺女啊？小姐，晋安王府到了。不是说我这个孙媳妇儿被养在乡下10多年吗？怎么人不仅长得端庄漂亮，还气度不凡？我晋安王府真是捡到宝了。如是啊，我与你祖母虽早早定下婚约，但也不会叫你盲婚哑嫁。其实啊，我这孙儿有些不成器，只知招猫逗狗。但是你放心，你可随意打骂于他，王府也会给你些补偿。哦，晋安王世子现在何处？哎呦，来了啊，姑娘，来呀，这个，姑娘给我，好。今日我包场，在场所有人都给本世子玩尽兴！好，上你们！真厉害！真应该绑起来，好好调教。小姐，这君世子果真如传闻中一般纨绔不堪，你一定要跟他成亲吗？有何不可？顺带与他成亲，也算是遵循了祖母遗旨。至于他这个样子会乖乖成亲吗？那就绑起来，回家好好调教一番。来，你倒上。哎呀，干了啊！你就是我那未来的小夫君，模样倒是生得顶好，只可惜9岁之期重了些。放肆！哪里来的女子，如此不知羞耻！晋安王世子青天白日便在此纵情声色，果然是好生风雅。世子爷，这位是？估计是我那个王阿青乡下来的。我当是谁呢？你就是那个被沈家扔在乡下的大小姐，根本比不过沈小姐的大家闺秀，竟敢跑到醉春楼对世子爷指手画脚，还不快滚出去，免得污了世子爷的眼！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一个无知村妇，也敢在此放肆！你可真的权倾朝野，陛下亲指的听风阁阁主！
他与我乃是什么？是好友的好友关系。我与世子是好友，世子与阁主是天风阁阁主与世子是。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仙子你好美啊！我好像喝醉了，你是不是仙子啊？没想到你竟然与天风阁阁主有关系，待我好好调教你一番，再将你的秘密一一剖出。那世子可愿抛下这满堂喧嚣，与我这个小仙子回府成亲？好熟悉的感觉。我才不愿意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敢逼小爷的婚？云霜，啊！这玩的是什么呀？还可以这样？沈如是，我现在可是新郎官，你怎么能把我像狗一样拴着啊？沈如是，与我成亲已成定局，世子，我劝你最好还是安分些。安？小爷的人生里就没有安分两个字。我告诉你汉服，我跟你拼了！我呸！手有自由了！这些人看什么看？没见过有人被逼婚啊！老天爷啊，进不了家不难啊！世子，还要玩你追我逃的游戏吗？不玩了，我跟你去还不行吗？乖。自己玩去了，小爷不奉陪了。深渊之中是口乱转，心在呼唤。黑暗中只有你为我照亮，回望中奈何你。好好看看自己的祖母行不行？他已是古稀之年，还要操心你这个不成器的孙子？你就这么忍心让他沦为权倾城人的笑柄吗？如果我的祖母还在世，我绝不会让他为我游戏。男子汉大丈夫，拜堂就拜堂，你以为小爷还会怕你不成？送入洞房。沈如是，你竟然赤裸裸的勾引本世子！世子倒是说说，我怎么勾引你了？你深更半夜，孤男寡女，你还衣衫不整，这怎么不算勾引？你别过来！我们已经成亲了，妻子勾引丈夫，不是天经地义吗？我告诉你啊，我是绝对不可能为你这种美色所屈服的。哦，夫君是说妾有美色吗？你，本世子冰清玉洁，
绝对不可能被你这种悍妇所玷污。好，那么冰清玉洁的君世子，妾有一事好奇。昨日刘琦口中所说，你与那位权倾朝野的听风阁主，究竟是何等匪浅的关系？关系？本世子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利用他的名分，在那些狐朋狗友面前撑撑场面罢了。哦，是吗？说话就说话，你离我那么近干嘛？世子不是经常出入醉春楼吗？怎么还这般纯情呢？我告诉你，本世子那叫做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是风流浪子。这女人还真是有点稀灵，不能被她发现。我在醉春楼驻留，其实是为了隐藏我的身份。浪子。那世子证明给我看。喂，我告诉你啊，小爷才不会给你这样的悍妇证明的。我证明什么证明啊？不想说便罢了。不过，既已成婚，那么从明日起，你每日需要在府中专心的读书习字。若有懈怠，我就鞭子伺候。你想让小爷我听命于你？我告诉你，你敢下蛊我，苏莫教啊！听风阁将我世子祖母，这其中究竟有何联系？又该如何利用？小姐，我们的人发现，自昨夜起，王府周边便有暗探的踪迹。暗中观察，不要打草惊蛇。是。叫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奴婢按您的吩咐，将府中下人拘于库房门外。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那君无形与阁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他不肯说，那我便拿他七寸。这驯夫大计，就从今日开始。爷，世子妃吩咐了，从今日起，您需按照四书五经的次序来进学。今日您得把《论语》读完了，方能出府。四书？五经？本世子问问你啊，你们每个月所领的银钱，究竟是我晋安王府的月银，还是他们沈家的私钱呢？啊！自然是王府的。这晋安王府究竟是姓君还是姓沈？自然是姓君。可世子现在是世子妃的，自然是世子您的王府。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每个月拿着我们军府的月钱，就要贴一个姓沈的差遣，你们这算不算叫做吃里扒外？奴婢不敢。好了，我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你们去瞧瞧，眼下这位世子妃究竟在折腾些什么？是。爷，不好了！世子妃她在库房门口召集了全府的下人，正在清算搬运您库里所有的宝贝呢。什么？他敢动我老大，岂有此理！老大，那是幅画像，他是世子爷童年的玩伴，也是世子爷唯一的心上人。前侧妃因丢过画像，被世子爷揭破他偷人，被处死了。啊！这次世
世子妃可怎么办呀？慢点，慢点。往哪儿？小姐，这里有一幅画，不知为何属下觉得十分熟悉。沈如是，谁允许你动我东西了？这可是我的心上人，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那我偏要看看这画中女子到底是何人。妈的，放肆！我的老大也是你配看的。老大，10年不见。哦。初次见你，热的心陶醉，点点我们。真是个俊俏的小郎君，不如你让我做老大吧，以后在京城我护你周全，如何？老大。确认情深绿水，不负相思与情作陪。世子可知，玩物丧志。玩物丧志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进了我靖安王府，成为世子妃，你就能对我王府上所有的一切指手画脚，全由你说了算。我当然可以说了算，要不然咱们去老王妃面前分辨一二。我告诉你，小鱼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娶你也不过就是权宜之计。世子喜欢的人，可是画中这女子。既然如此，那便请世子爷乖乖配合我完成对老王妃的承诺。待来日事了拂衣去，我绝不占着正妻之位，耽误你迎娶心上之人。娶她？我才不娶她呢！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才不要娶那个食言的家伙！小时书，连封信都没有，而且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今天这个库房里的东西，你们一个都不许拿出去。要是不小心，小姐小心！小心！敢问公子为何而留恋？只为这惊鸿一眼。三分醉以后，再把酒。世子，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人间。明霜，派人跟着世子，再去把我那瓶独家的白玉膏拿去给世子爷。是。老大，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老大，你快点回来吧！要是不回来的话，害得我连沈如诗那样的悍妇都得被他给吸引。住手！没想到沈如诗竟真是老大，天不负我。阁主，下人禀告，世子妃在调查沈老夫人的死因，而且也在打探听风阁。无妨，他想知道什么，届时我会亲自告诉他的。但是似乎世子妃在提及听风阁时，情绪极为激愤，似有深仇。你是说？他认为是听风阁害了他的祖母。是。听风阁从未接到过沈老夫人相关的委托，更遑论害命。
这误会又从何而起？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误会了我。听风阁更没有残害他的祖母，我更没有。去，以听风阁阁主的名义，去给世子妃送一张请柬，要她在玉莲茶楼一见。阁主，世子妃作为一介乡村农妇，竟能轻易得到老王妃的喜爱，可见一斑。不如咱们无妨，我了解她，她是不会伤害我的。属下这就下去吩咐。小姐，玉莲茶楼，您看邀请人。听风阁阁主，莫非我们暗中探查的事，他们已经察觉了？此邀恐非善意。他既敢邀，我便敢赴。纵使是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上一闯，探个明白。六七哥哥，我那个乡下来的姐姐沈如是，如今回了京，怕是要仗势欺人，搓磨死我。丞相府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地？岂有此理！一个乡下来的村妇也敢伤你受气？明珠别怕，我这就去替你出气，定让他知道这京城是谁的地界。这人是谁？为何要救我？尔等何人，竟敢如此对待我听风阁的贵客？你是听风阁阁主？你这个阴险小人，派人暗杀于我，如今装什么好人？这是什么情况？你打架就打架，你帮我干什么？流氓！是，这些人不是我叫来的。我们现在不是较真的时候，谢玉帝，上完再跟你解释。快走！听风阁阁主也不过如此吗？你叫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想昧良心，还不是因为你？我听闻你潜在王府是为了查明沈老夫人死亡真相，怀疑到了听风阁，但我查遍了上上下下，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这次特意邀请世子妃前来澄清真相。你受伤了？许是失血过多，方才还不觉得，现在头晕得起。怎么一直没发现老大身上的良相竟如此好闻？老大好温柔，他竟然如此关心我的伤势。伤途花心，小心！怎么与君无形的紫檀木调换？还有这味道，怎么与我的白玉膏如此相似？糟了！待来日是两服依据，我绝不沾着正妻之位。
耽误你迎娶心上之人。我还没有解释清楚，若叫他知晓我的身份，他肯定会离我而去。不用紧张，只是小伤。世子妃，本阁主一向以面具示人，此等之举是要破坏本阁主的规矩。阁主的规矩，小女自然不敢冒犯。世子妃，我听风阁上听命于朝堂，下受托于百姓，此等恶行，对我听风阁又有何益处？听风阁的确没有伤害祖母的动机，难道真是有人故意诱导？此等莫须有的罪行，本阁主也咽不下这口气。不如这样，你我合作。合作？不错，你身在明处，可从容调查，而我藏于暗处，能调动资源，探查那些你不方便触及的角落。好，我同意合作，但若……没有但若，届时世子妃尽管来摘下我的面具便是。太好了，以后我就能以听风阁阁主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待在老大身边，保护他，帮助他。都怪那个小丫鬟抱心太迟，只能找来一些歪瓜裂枣。沈如是，算你命大。这可怎么跟明珠交代啊？如果祖母的死当真和听风阁无关的话，那么最有可能会混淆我视线的，便是沈家。小姐，阿美传来消息，明日二小姐要去墨宝阁。正好，世子现在也缺练别的吃，明天我们也去墨宝阁看看。是。瞧瞧看看啊，早上新进的花。哎呦，荣公子大驾光临，这是让小店蓬荜生辉呀！哎，明珠，今日这店中之物，凡是你喜欢的，都可以让掌柜派人给你送到相府去。荣影哥哥，你待我真好。楼上已经为公子小姐备下了雅座和上好的清茶，请随小的来。沈如是，怎么会是他？他竟然没死！刘琦这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荣影哥哥，我想在楼下先逛一会儿，不如你先上楼品茶，我稍后就来。好啊。沈如是，你竟然没死！怎么，我们死在茶楼里，你很失望？果然是你！哼，这乡下真是穷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啊，穿得这么寒酸。不过今日见到你，我才明白，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警告你，别想着去丞相府门前乞讨，父亲可不会认你这个女儿。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你若是敢去，我必叫父亲将你发卖出去！滚开！什么东西也敢碰我？你一个乡下来的穷鬼，你凭什么？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成亲了是吧？瞧你穿的这样儿，嫁的肯定也是个穷鬼。我的夫君是晋安王府世子。诋毁皇室中人可是大罪。另外，明日我将同世子一同回门，到时候你可千万别自己找死。他夫君真是晋安王府世子，还是少说几句吧。回门，姐姐可别说笑了。晋安王府富贵颇天，极其讲究门族规矩，怎么可能瞧得上你这种粗俗无礼的乡下人？当今圣上曾经说过，天下以农业为主，兴农富商。妹妹如此瞧不起乡下人，
莫不是不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啊？不过今日一见，你果然是对不起你的衣食父母。万恶的phụ役，还敢不听当今圣上说的话，真是不想活了！你这个贱婢，竟然敢让我没面子，我打死你！姑奶奶，这可是名宴，可得小心点儿。怕什么？本姑娘又不是买不起。300两，多谢回姑。300两？哦，你抢钱啊！掌柜的，刚才我看的那些都要了，这个我也要了。好，谢谢您嘞。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东西啊？这些钱该不会是你卖身才得来的吧？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个。是啊，看得出来啊，真不要脸。我这个乡下穷鬼当然比不上你这个不伦不类的次女中，就像这个砚台一样，瑕疵品永远不上你的台面。我的脸！明珠，明珠，你怎么了？你受伤了？容影哥哥，想必姐姐也不是故意的，我怕她买不起墨宝阁的东西，便想挑一件送给她。可能她觉得丢脸，竟然出手伤我。哼，你放心，不管是谁敢伤你，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你身为姐姐，明珠待你这么好，你竟然出手伤她。今日你要是不给明珠道歉，就休想离开这墨宝阁。姐姐，荣公子可是长公主的嫡子，你最好别得罪了他。长公主的嫡子，难道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以权压人吗？你说什么？你带着侍卫，仗着人多，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荣一哥哥，就凭你也配伤我？沈如是，你是失心疯了吗？你竟敢伤了长公主的公子，就等着被问罪致死吧！本世子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到旁人来定罪了？哥，你怎么来了？难道说这回就是阁主心中的白月光？该死，我都做了什么？你这么凶我干什么？难不成这竟然真的勾搭上了靖安王世子？切，京城谁不知道靖安王世子风流成性？说不定只是世子消遣的玩物，外事而已。世子哥哥，你可要听明珠做主啊！这个沈如是，他故意害人，还出手伤我。他这样粗俗无礼的人，怎配留在您的靖安王府？他不配，难不成你配？荣影，这就是你的女人？阁主从未如此维护过哪个女子，难道她就是阁主认定之人？荣公子的眼光还真是差。明珠，快去跟他道歉，不然我也保不了你。荣公子，您乃长公主嫡子，怎会怕一个纨绔世子啊？萧总总，你可别说了，今晚我肯定会被革发处置的。让你道歉就道歉，哪那么多话？姐姐，对不起，是妹妹不好。原本是看着姐姐穿戴穷酸，妹妹是想挑一方砚台送给姐姐的，不成想竟让世子哥哥误会了。哼，穷酸买不起。我靖安王府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掌柜的，把你们这里最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搬出来，我要让我夫人砸得听响。世子稍等，小的这就把东西都给您拿来。等一下，世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若是把这墨宝阁的东西全都摔了，岂不是有些暴殄天物，对你的名声不好？那就听你的。掌柜的，只要这一套便可。是。
世子，东西买完了，我们走吧。眼光真差。世子慢走。难道我这个听风阁大统领的眼光真的很差？算了，听阁主的话，保平安。明珠，我决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这谈恋爱太影响我进步，所以咱们今后还是别见面了。我先回家看书了，告辞。沈如是，你竟敢当众侮辱我，还坏我好事！明日回门，我一定会让爹娘好好教训你！娘，沈如是她欺负我，你这……当年我把你和沈如是调换，把她送到乡下，后来又斗死了她的亲娘，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她竟然还能活着回来。还不是那没用的刘琦，竟然没杀死那沈如是。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听说啊，他做了那世子的外室。你说的都是真的？不过他明日就要回门了。若是真的让他回到了沈府，那咱们这么些年忍辱负重的谋划，可就都白费了，娘。如今京城人人都称赞我大度有礼，撇下自己的孩子，对钱夫人的孩子疼爱有加。如今你父亲也待我更好了些。如果他真的敢回来，咱们就以礼压他，我们就这样。这不是去往前厅的路。姐姐好眼力啊，这确实不是去往前厅的路，是我让管家引你来此的。这片荷塘是我7岁那年说喜欢看雨打荷叶，父亲便命人为我修建了这荷塘，取我字作名，所以这亭子唤作明珠亭。姐姐你看，父亲对我多好呀。父亲疼爱的是钱夫人生的女儿，你是他亲生的吗？你胡说什么？你若是敢告诉父亲，我就杀了你！祖母其实早就知道你那个做小妾的娘将你我2人互换的事情，祖母怕我在府中待不长久，所以才任由巧静叔把我送到乡下去。并蒂莲，同根生，从来都只能活一个。你知道又如何？父亲难道会信你？别忘了，我可是父亲培养的大家闺秀。不过姐姐有一句话说得对，并蒂莲活不成双。我昨日受的屈辱，今日必要讨回来。明珠，猪猪，来！哎呀！你这个煞星，就会惹事！猪猪好心待你游园，你竟然蛇蝎心肠，想害死他！你个孽障！刚一回来就害明珠，万一明珠有个3长2短，我……父亲认为我推了他吗？你父亲、母亲，姐姐想必也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没站稳。说你娘呢？你当着我们的面居然还敢！你也下去！你这个逆女，竟如此无礼，不如将为父也下他！这辈子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请求，竟然自己想进去。你们一家3口整整齐齐，挺好的。不说是我推了他吗？
那我就把这罪名坐实给你们看，用这种肮脏手段，惹错人了。我若真想害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何必用这种阴私手段？沈如是，你残害手足，忤逆父母，简直有悖家法！乔静书，你觉得你配当我的母亲吗？我自然是没有你这种给别人做外事、自甘堕落的女儿。外事？不知羞耻的东西！我们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来人，上家法！我要打死这个败坏门风的祸害！你一句话都不问我，仅凭他的一面之词就要给我定罪吗？简直是被猪油蒙了心！给我按住他，给我打！我看谁敢！你还敢放肆！沈远苍，我今日就是为了给你个机会完成祖母的遗愿，接我回沈府。你的意思是让我接回你这个在乡下久居的女儿，让我将倾心多年培养的明珠给放弃吗？祖母说的真没错，你就是一个蠢人。沈如是，你放肆！家法处置！给我住手！世子，您怎么来了？本世子要是不来的话，你们就要继续欺负我夫人。老邓，你快闭嘴吧！要不是小爷我来得快，就凭我清新娘子的身手，你们丞相府今天就得被他一人给掀了，懂不懂？世子啊，您说笑了。刚才这个逆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无法无天。众目睽睽？谁看见了？世子哥哥，其实也不能怪姐姐，是明珠自己不小心，所以才……这干水桶里泡大的白莲花，连自己都信了，哪像我的清新娘子，是朵带刺的野玫瑰，杀人都那么提神醒脑。哦，看来是二小姐自己不小心掉进水里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沈大人，你听明白了吗？是她自己不小心掉进水里的。你如果再把这个罪名强加在如是的头上，那就是污蔑皇室之人。这个罪名，你担当得起吗？老臣惶恐，这个如是只是您的一个外事。听闻老母亲生前与王府订有婚约，如今这办这婚约也应该在明珠身上啊。我们家明珠以后就是您的夫人，您不能当着我们明珠的面就如此行事啊！他这是什么眼神啊？黏糊糊的，像被蛤蟆趴在脚面上了，真是恶心。啊，等等，你刚才说如是是本世子的外室？不管是外室还是妾室，世子如此行事，就是把我丞相府的脸面往地上踩。呸！水平，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娘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脸面？我告诉你，婚约当时是我家祖母与沈老夫人所定，你们这么想将婚约让给沈明珠，倒不如先去那地下，让沈老夫人亲自看看，看她同不同意。你们相府的水太脏了，我跟如是就不掺和了。夫人，他们真的好吵哦，吵得我头都疼。你带我回家好不好？跌倒了，跌倒了！娘子的手臂好软，真的好香。我也是相府嫡女，凭什么我就不能当世子妃啊？猪猪，那个晋安王世子风流成性，你以为世子妃是好当的吗？沈如是凭什么能跟我一头？他就该被我踩在脚底下狠狠践踏。抱了一路了，世子很喜欢我的胳膊。
不喜欢，我才不喜欢呢！我喜欢，我超喜欢。算了，我跟你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小友还有事，先走一步。哼。殿下，跟紧世子。是。小姐，万一世子发现咱们跟踪他，生了气，他不会生我的气的。走吧，咱们去见老王妃。如今只有她愿意帮忙。祖母，你养的花真好。这朵开得好。祖母，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只要我能办到，便一定帮你。我想请您帮忙调查一下我祖母真正的死因。虽然阁主说要帮我查清事实，但我也不能全心全意相信于他，还是靠自己最有把握。好孩子，此事事关重大，你且说说你需要什么。我想要尸检的验状，只不过此物存放于府衙的卷宗库内，除刑部和大理寺外，无权调阅。听闻赌坊有位神偷，名叫地理鬼，专办此等难事。吴行曾救过他，看到此物，他会助你。我今天就没赌赢。呀，小呀小，下住，快下！喂呀，快呀，龙潭虎穴，就看今朝。这个呢？小，地理鬼这小子在哪？小，大，回呀！买定离手，开！放松这样。哎呦，这次肯定能行。再来，继续。这赢不了了是？不信了。对呀，你是地理鬼吗？这把大啊！快呀！来，你是地理鬼吗？灵灵，大！看！该死！来，画完了，这小子还没出现。你是地理鬼吗？不行，我今天肯定要这个。手气不好，不玩了。哎呀，手气有点差呀。公子这是往哪儿走啊？今日小爷钱没带够，改日再来玩。啊，黑大，你这是改行了，改成枪抢了？哎，您是世子爷，小的怎么敢啊？只是坊里刚改了规矩，一局5轮，玩不完不能下。这什么时候改的规矩？小爷我怎么不知道？听闻世子刚娶新妇，几日没来，自然不知道。只是坊里有坊里的规矩，来人，将世子爷请回去，请吧。哎，行，我自己会走。继续。哎呀，继续。裴老大，我来陪你。你怎么来了？这是2000两银票，我赢了，他跟我走；你赢了，银票归你，如何？原来是这小子的姘头，左右他都赢不了。成交。一会儿你把银票丢下来，直接就走，听到了吗？我断后，我堂堂世子，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人给自己断后啊？3个5，3个6。开！竟然真的是3个6，裴大，我就说你比不上我媳妇儿。裴老大，
告辞。给我拦住他们！你这也算是老大？你也太没有道义了吧！你们一定是出老千，拿下他们！娘子好飒！娘子小心！还会武功？怎么？你觉得我英俊潇洒，爱上我了？快跑！追！你会武功啊？那你怎么跑了这么久，连气都不喘一下？哦，哎呦，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哎呦，哎，累死我了，差点。谁给你的胆子，敢一个人追过来？属下地理鬼拜见。世子妃在找我。这是1000两，帮我去府衙库房找一份旧的验状。世子妃放心，今晚即可。你当真不会武功？怎么了？难道要被发现身份了？不会啊，可能是本世子天赋异禀，天生练武，练武奇才。是吗？不承认是吗？那我就陪你玩玩。地理鬼果然迅速，只是这验状反复端详，竟毫无破绽。莫非是我多虑了？陈坚，坠肘，肩膀耸的都能搁笔了。怎么，你要架桥啊？哎呀，沈女侠，沈大侠，我现在在这个愚笨的庄上，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现在头也晕，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哦，怎么方才世子被赌坊的人追着跑了3条街，气息都不乱，现在才站了半炷香的时间就头晕了？世子这身子专挑此时此地不是啊？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实在是练不动了，你就扶着我好不好嘛？根基不稳，做什么都是花架子。趁着还有点底子，赶紧练。你这简直就是公报私仇！就你这能被赌坊做局的脑子，还用得着我公报私仇啊？那怎么了？我就是一个会花钱的。啊，说到花钱，你这花钱的毛病，我确实应该给你改革。现在既然是我掌家，那我就见不得你糟蹋府里的银子。从今日起，你所有的月饼、零用全部由我暂管。不行，我不同意，你不能这么对我。不同意，无效。想要钱啊，自己来换啊。马步庄每日能站1炷香的时间，赏银5两；一套拳法能炼制纯熟，赏银10两。若是你能识破府外一处针对你的陷阱或算计，赏银20两。20？你是把我当拉磨的驴使呢？最后，我奖惩分明。如果再让我发现你踏进酒肆、赌坊半步，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那些宝贝一件一件的全都被我送进当铺里。我说到做到。男子汉大丈夫，练就练。方才我怎么着也得站了有半炷香的时间吧？怎么着也得给我2两5的银钱吧？方才的闲话不算，从现在起重新计。你简直就是……怎么，练不练？练不练？练不练？我说了，我练了。上去。如是这招啊，对无形有用，甚好，甚好啊！谁说不是呢？他这2人的距离都能再站下几个人了。是。
明霜，明霜，来来来，等如是走到无形面前，你就好爽，好香。你！天哪！我居然亲了青青娘子，看来我这个阁主得亲自出马，为娘子的目标添砖加瓦了。这是府衙的验状，我已经看过许多遍，未见破绽。验状越是完美无瑕，便越是死路一条；你越是纠缠，便越是中了凶手的圈套。还好我早有准备。阁主早已看过。本阁主知晓天下所有的事情，此状本身确实无误，但沈老夫人去世的前几日，她之前的旧仆曾从丞相府离开过，之后便再也没了踪迹。是。还在查，那人身手很干净。天风阁号称无所不知，但效率好像似乎不如传闻。世子妃查清内幕之事，如同抽丝剥茧，太心急，最容易断了线索。既如此，还烦请阁主继续调查，若有消息了，还烦请告知。告辞。我又跟青青娘子体贴了，温香软玉，真让人沉醉。世子妃，往后还是要当心点。若是这个样子，被你那府上的世子爷看到，怕是要把我这天风阁都给拆了吧？好漂亮的一双眼睛，怎么会有熟悉的感觉呢？阁主请自重，我既已加入王府，自当持身以正。此等逾越之举，还烦请阁主以后莫要再犯。他竟如此看重于我的夫妻名分，他心里果然是有我的。世子妃对世子还真是情深意重，是在下唐突了。为了表达歉意，还有这份情谊，从今日起，天风阁愿意听候世子妃命令，协助世子妃查明事情真相。那就多谢阁主。明明是个登徒子，可为何当他靠近我时，我竟生不出半分厌恶？小姐，这是刚刚孙嬷嬷送过来的，说是老夫人在官府备过案的遗嘱，老王妃特命人取了回来。太好了，我正愁没有借口要回祖母留给我当嫁妆的遗产。明霜，明日我们就去丞相府，有了这个，我倒要看看沈家的人还敢不敢霸占这遗产不还。还有一事，毒坊之事已查明，如何？12小姐她买通了毒坊掌柜裴老大，付了500两银子，要做局让世子签下巨战，若还不上，便当众搁置羞辱，想让世子与您一同沦为京城笑柄。既然他自己活腻了，那明日便一起叫上。姐姐这么怒气冲冲的过来，是在王府受了委屈，跑回娘家撒气了？沈明珠，谁给你的胆子，敢打靖安王府的主意？姐姐在说什么呀？
妹妹不知道啊。不知道，看来上次池塘的水没让你清醒。既然你这么喜欢兴风作浪，那你这手也别想要。沈如是要干什么？娘，姐姐冲过来就是我害她，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沈如是，你不过就是晋安王世子的外甥，真以为自己可以无法无天吗？想是姐姐因祖母将遗产都赠予我做嫁妆，心生怨怼。可那是祖母心疼我，与我有什么干系啊？沈如是，我才是丞相府名正言顺的嫡女，就算你回来了，也休想抢走属于我的东西。沈明珠，你口口声声说祖母疼你，那怎么连祖母的遗愿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阁主，咱们这样跟踪世子妃出门，还听人墙角，这不太好吧？你懂什么？现在丞相府中都是些豺狼虎豹，你知道，要是世子妃被欺负了，我及时出现，英雄救美。父亲，这是祖母生前与我来往的书信，信中言明，祖母的遗产尽数留给我作为嫁妆，今日还请父亲钦点清楚，还给女儿。你这逆女，你这个下贱，为人外室，辱没门风，竟然还敢用你祖母遗产做嫁妆！我沈家没你这样的女儿。父亲莫不是脑子糊涂了？女儿说过很多次，我是君无形明媒正娶的夫人，不是什么外室。哼，为父不信，这就是你的托词。脑子有病！我的话你可以不信，那律法你们总得信吧？禁律有载，妇人夫死自和，其私产可自决之。祖母留下的是自己的私产，既愿赠我，莫说是作为嫁妆，哪怕是尽数扔进江河，与你与沈家毫无干系。那姐姐也不能单凭这几张纸就霸占全部遗产吧？说不定这是你伪造的。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拒不承认，幸好祖母深谋远虑，书信你们可以说是伪造的。那么这份由祖母亲笔书写，并在京兆尹衙门立案公证过的遗嘱，你们敢不敢还说是伪造的呢？父亲，您作为当朝丞相，掌管一国律法，您来告诉女儿，这京兆尹的大印具不具有律法效力？不可能，这都是假的，这定是你私自伪造的。私刻官印，来人，把沈如是给我抓起来，进行处死！愣着干什么？快把他给我抓起来，踢入官府！我看谁敢！好一个私吞王母遗产，霸占女儿嫁妆的丞相，真是让本世子大开眼界。世子哥哥，你可一定要替明珠做主啊！姐姐她为了抢夺祖母遗产，竟然弄伤我的手腕，而且竟然伪造祖母遗嘱，私刻官印，此乃国之大罪啊！简直是有辱晋安王府的门楣。求世子哥哥一定要严惩他，将他逐出王府。可是这样的话，本世子的后院就一个人都没有。明珠不才，自小便仰慕哥哥英姿，愿入府尽心侍奉，即便只是侧室，也心甘情愿。侧妃，你配！啊、今日本世子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份在京兆尹衙门备案的遗嘱，正是本世子的祖母晋安王府老王妃昨夜派人凭晋安王府邸专门去，亲自递到如是的手里。难不成你是质疑这整个京兆办事不力，还是质疑晋安王府老王妃
伙同自己的孙媳造官文。沈丞相，你若是还不相信，觉得这个遗嘱还是有所蹊跷，需不需要把京兆尹请来同你当面对质？老臣不敢，是老臣糊涂，老臣这就差人把如氏的嫁妆搬过来。幸好咱们将其中一部分值钱的物件搬到了偏门的小仓库里，不然今日全都被沈如氏搬走了。自作聪明，若这逆女告到了陛下面前，陛下如何看我？文武百官如何看我？我这丞相还当不当了？不是，你也不能只顾自己的名利啊！若这些宝贝都让沈如氏夺走了，那我跟我娘日后难道就靠着您这点不够塞牙缝的俸禄过日子啊？父亲，女儿已清点完，共差赤金点翠头面3套，白玉玲珑簪1对，东珠耳坠5副，云锦12匹，蜀锦8匹，雀金球1件，古琴9箫环佩1把，前朝官窑瓷瓶4斗，黄金3箱，白银5箱，以上共计78项。这只是年代久远，一时难以找齐。等为父日后，丞相大人，本世子的夫人可以任由你们这般拖欠习武吗？78项，好，很好。哎呀，这就是前朝有名的白玉浮雕瓶，虽然并非是官窑，但是玉质温润，而且雕工尚可，跟我夫人账上那对官窑瓷瓶，也许差不多，勉强能说得过去吧。我想，丞相大人，你应该能够忍痛割爱，补偿我夫人吧。沈夫人，你头上的这个赤金镶红宝石的头面倒是挺好，虽然宝石成色欠佳，但是这镶底的金分量不少啊。第一套点翠头面倒是绰绰有余。凡是我们所见之处，统统给本世子拿过来。是。不许搬！住手！放下！住手啊！世子，你要抄老夫的家吗？抄家？丞相大人，这未免说的也太严重了吧？这剩下的那些，您是私下补全，还是由本世子写下条程，递去御史台，请各位御史大人亲自来查？你在威胁本相？威胁？哎呀，夫人，你看他好生凶悍，做错了事还这般理直气壮的凶别人。今日，女儿先把院子里的这些带走，待父亲日后把剩下的补齐，差人告知，女儿亲自来取。想设计我家青青娘子，也得先问过小姨我答不答应。父亲，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拱手让给沈如氏吗？我早跟你们说过，不要干偷鸡不成18米的事。老爷，沈如氏，就算你拿得走，我一定叫你没命享。没想到那沈氏夫妇竟然弃璞玉为婢女，视榆木为珍珠，尤其你那娘亲竟然帮着一个妓女
将你这亲生女儿欺辱至此。祖母，她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和沈明珠啊，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她调换。哦，原来如此。祖母，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现在还生气的话，孙儿现在这就去丞相府，把他们全给拆了，大不了连个狗洞都给你补上啊！呀，你拉着我干什么？拆了，然后呢？让御史参你一个殴打朝廷命官，然后毁坏府邸的罪名，到时候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咱们晋安王府的笑话呗。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么说你，而且我一直都是一个纨绔，哎，这有什么？怎么，世子这是在替我打抱不平？他们明知道你是我的人，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是真当我晋安王府没人了吗？哼！世子之前不是还说我是悍妇来着吗？怎么现如今倒是承认我是你的人了？那是因为小爷还不知道你这么好说，这么什么？这么又凶又好看。小爷我勉强觉得你挺有趣的，挺有趣的。世子的反应也挺有趣的。反应这么大，世子，你该不会还是童子之身吧？沈如是啊，流氓！小姐，小姐，奴婢什么都没看见。有什么事吗？丞相府传来消息，沈丞相刚刚被皇上传入宫中面圣，好像是听风阁阁主上奏弹劾。听风阁阁主？我前脚刚出丞相府，后脚这阁主就上奏弹劾，是巧合吗？还是如是有本事，竟然能让这匹野马驹回到正道上。谁说不是呢？世子妃有魄力，有手段，如今将王府治理井井有条，连老奴都佩服得很。这么好的孙媳妇啊，可不能让她跑了。你让小厨房把我那老山参炖了，再加上枸杞、鹿茸，好好的给世子补补身子。是。你叫本世子来，到底有什么事情？这是什么东西啊？祖母看你今日习武辛苦，特意命人给你炖的养生汤。那自然不能辜负祖母的心意。祖母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他老人家和长公主都在里。想必这次寿宴，长公主也会参加。我特意寻得长公主当年随先帝出征时所自创的剑谱，你在寿宴之前务必练好。不练不练，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练剑，本世子岂不成被耍的猴了？这屋里是生了火盆吗？怎么这么热？好世子，如果你练会它，并且在寿宴当时完美的表演出来，我便奖励你白银100两，如何？100两？当真？我何时骗过你？那我要是做得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奖励啊？世子想要什么？若是我成功的话，我想要你亲我一口。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奇怪，我怎么这么热呢？秋夏，你冷静一点。我现在真的已经热得不行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哇！如是，老大。沈如是，你竟然把我给绑起来！啊！我就这样被绑了一晚上，简直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干什么？祖母寿宴将至，世子还是抓紧时间把剑谱练熟才好。你给我捆了一整夜，还想让我给你练剑，简直白日做梦！做梦！唉，这小子的追妻之路且长着呢。就是，唉，我们走吧。沈如是，你给我等着！有朝一日，小爷我在寿宴上肯定大放异彩。哼，到时候我肯定让你拜倒在小爷的袍脚之下。刘琦哥哥，祖母留下的东西，姐姐一样不剩的全都拿走了。我本估计姐妹之情无意与她相争，可那些遗产本就该是我们2人1人1半的，她为何就是容不下我？明珠别怕，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这等委屈。静安老王妃寿宴那时，人多眼杂，我带些朱砂墨，届时你寻人在他的献礼中。诸位，今日我家老王妃寿辰，承蒙长公主殿下光临，我静安王府蓬荜生辉。此刻便请诸位宾朋展示贺礼，聊表庆贺，次序先后尽可随意。臣女沈明珠恭祝长公主殿下方辰永继，老王妃福寿绵长，愿献舞一曲，聊助雅兴。过来，这位小姐是哪家的小姐？回小侯呀，是丞相府2小姐沈明珠。好。哎呀，哼，阁主果然火眼金睛，我差一点就要被沈明珠这装出来的小白花形象给骗过去了。听闻沈大小姐自幼长于乡野，见识定然不凡，不知今日准备下了何等寿礼，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长公主殿下，老王妃恕罪，小女不懂琴棋书画，就怕拿出的东西贻笑大方，误了2位尊母，老臣替小女请罪。原来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与那纨绔世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看来以后静安王府要变成市井王府喽。长公主殿下，臣妾确实不善风雅，但是世子近日勤学苦练，早已不是昔日的无相阿蒙。听闻长公主殿下昔日曾随先帝征战沙场，一套惊鸿剑法名动天下。世子近日私下苦练，愿今日献丑，
既是为祖母寿辰全孝道，也是代表晋安王府向长公主殿下的巾帼英姿聊表敬慕之情。哦，无仙有此心，实属难得。只是本宫那套剑法以轻灵迅捷为常，更适合女子修习。他一个男儿家，阳刚之气过盛，怕是学不出其中精髓吧。知不知道其中的精髓？殿下一观便知。为了亲亲娘子的香望，小爷不拼了！哼！这套剑法，君无形才练习不过几日，可他这一招一式根本不像初学，难不成他的纨绔都是装的？这招惊鸿照影定要完美，下一世回风拂柳，不必飘逸。亲亲娘子可在看着呢。好，竟还真让他练出了几分味道。那是自然，这可是令儿子心服口服的阁主大人。完了，奖励奖励，我的亲亲奖励！这套剑法你竟舞得有本宫当年7分神韵，难得，真是难得。无形今日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呐！你之前练习的时候没这样子啊？那当然是因为你小爷我可是天赋异禀的临场发挥型选手。夫人，你之前答应我的奖励能不能帮我实现吗？这么多人看着呢，别胡闹。看着又如何？我胡闹什么？我自己的夫人天经地义，那又怎么？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回家再说，行吧？你要说话算数啊，不许赖账。沈如是，你别得意的太早，一个外室也别在这等场合出风头。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小姐放心，万无一失。长公主亲临，为祖母收验增辉。晋安王府上下感念于心，祖母主臣妾令备下一份心意，望殿下喜欢。臣妾有幸寻得这面昔日助您护佑山河的护心镜，已悉心修缮，现在物归原主。愿它能再现殿下昔日英姿，亦祝殿下风华永驻。这东西不是数年前遗落在与大燕交手的战场中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他手里？而且他怎么会认得这是长公主的旧物？这是本宫当年的。沈如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如此污秽之物诅咒本宫！来人，将他给本宫拿下！启禀殿下，微臣愿意以性命担保，如是绝对不可能以下犯上。是啊，殿下，如是克己复礼，绝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献上这等诅咒之物，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殿下息怒，臣妾可以自证清白。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如何狡辩。殿下明鉴，一个时辰以前，臣妾在库房中清点礼品，彼时这护心镜及其铺设的绸缎上皆为干干净净，而这朱砂墨性极活，若真有动手脚之人，这墨汁流到绸缎上，此时断未完全干净。
母亲，让儿子来验，以示公正。诸位，这明黄绸缎上的墨迹确实未改。废话！你继续说。臣妾将其修缮好的铜镜置于鹅梨帐中香，熏蒸7日7夜，去其血性。我和侍女身上都沾染了此香，所以我断定，那调换珍品之人身上必定沾染了此香气。那婢女要跑，抓住她！站住！拿下！母亲明鉴，此奴婢身上的香吻，确实与沈小姐身上一模一样。大胆贱婢，说是谁指使你的？大胆贱婢！我丞相府待你不薄，就连你弟弟读书，可都是我相府资助的呢。你为何要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都是奴婢一时鬼迷心窍，嫉妒如氏小姐身份尊贵，心生怨恨，所以才生出此等蠢计报复。这一切都是奴婢一人所为，还请长公主赐死。果真是丞相府养大的好奴才。你身为主子，我怎知他背后是不是有你指使？殿下明鉴，明珠自小就心地善良，就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更别说害他姐姐了。是啊，殿下，此事若非沈如是执意以外室之身前来参加寿宴，又怎会招致如此祸端？求殿下明鉴。那夫人与丞相的意思是，沈如是无形的外室？臣教女无方，致使如是品行不端，请殿下责罚。胡闹！你们口中的外室，乃是当今陛下亲自赐婚，靖安王府名副其实的世子妃。这怎么？殿下，您是说如是是世子妃？沈丞相，沈夫人，就本世子所知，如是才是你二位的亲生女儿。这沈二小姐，乃是你和前夫人所生，而且如是已然是我靖安王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妃。你们这样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在此妄加揣测，肆意诋毁，胡作非为，成何体统？沈丞相，你二人身为人父人母，却如此糊涂，连亲生女儿的身份都不知道，简直花天下之大稽。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世子妃？他明明就是那外室！放肆！长公主在上，岂容你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世子妃的清誉，也是你能诋毁的。来人，将沈明珠拖。殿下，殿下，都是刘琦的错，定是他收买了我的丫鬟。听说姐姐前几日进京，在醉春楼，她落了刘公子的面子，所以，殿下，不是。殿下，谁人带朱砂墨进宫？问问守宫的人，便一清二楚啊！殿下，沈明珠，你敢背叛我！够了！来人，刘家公子刘琦心思不正，设计陷害世子妃，罪大恶极，拖出去，重则50廷杖，打入诏狱，听候发落。
怎么办？臣妾另有一事，恳请长公主殿下做主。讲。臣妾祖母去世时留有遗嘱，将其全部私产作为嫁妆赠与臣妾。然此前因故，嫁妆都交由父亲和母亲暂为保管。所以在此，我想请长公主殿下为我做主，将祖母的遗留之物归还于臣妾。你们这丞相府真是给本宫一个好大的惊喜。世子妃，此事本宫替皇兄给你做主，你且回丞相府清点交割，若少了1分1毫，本宫为丞相试问。老爷，爹，你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那沈如是把这破天富贵全都搬空吗？爹！哎呀，这是长公主亲自下的懿旨，陛下对长公主宠爱那满朝皆知。怎么，你让为父去触这个眉头啊？还是让为父拿着仕途和生命赌陛下的雷霆之怒啊？沈如是，对父母不孝，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早知你如此冷血寡情，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掐死。父亲只相信沈明珠，为了他对我动家法的时候，难道就不冷血了吗？在宴会之上，为了护他，将我推出去承担责任的时候，难道就不寡情了吗？祖母对我多年的记挂，让我原本对亲情有几分期待。是你一直只相信沈明珠，纵他害我如我，甚至欲置我于死地，不是吗？既然如此，这份亲情我不要也罢。从今日起，我与你的丞相府断绝关系，再无瓜葛。沈远草说，你得知我才是母亲的嫡亲血脉，而你百般呵护的沈明珠，不过是乔静书狸猫换太子的野种。届时，你当作何感想？来，对待这种豺狼的父母，不要隐瞒，以后都有本世子陪着你。原来被人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维护，是这样的感觉。你为何不说话？是不是发现你小爷我也挺靠谱的？走吧。上一次没有赶尽杀绝，结果让他回来惹了这么多麻烦。如今虽已断亲，但不能掉以轻心，难保他顺藤摸瓜查到什么线索。这一次一定要斩草除根。父亲母亲啊，上一次魏国公府的小侯爷似乎对女儿颇有青睐呢。若咱们能搭上这根线，魏国公府，好，若能结成同盟，那对我的仕途大有助力。明珠，此事若成，你就是我们沈家头号功臣。哟，小姐，您这是？沈小姐，陆公子，我头好晕，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没想到这丞相府的小姐还是个骚到骨子里的货色。既然你都投怀送抱了，小爷就顺了你的意。走啊！沈如是，等我成为魏国公府的侯夫人，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老爷，何故发这么大的火？还不是拜你的好女儿所赐。我
陛下今日在朝堂之上，借着靖安王府寿宴风波，又先之前弹劾我的陈年旧账，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褫夺了我好几项差事，这分明就是架空你。又是这个讨厌的煞星！自打他回来以后，咱们家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那老爷的意思，如今该怎么办才好？那听风阁如复古之躯，不断将我的把柄递给陛下，他在一天，我丞相府就离倒台近一天。俺真得好好想想，怎么除掉才是。父亲，或许女儿可以帮您。沈丞相，小侯爷，那咱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啊。哼，我知道天风阁与丞相府威胁甚大，正巧我魏国公府也是。如果沈丞相有意合作，那我掌握的线索皆可尽数告知。小侯爷，你如此爽快。不过我还想向丞相讨一人。哦，何人？贵府二小姐沈明珠。小侯爷有所求，便好说多了呀。本相愿意与魏国公府合作，不知小侯爷的线索和计划。手腕悬空，只识掌虚。世子爷这握笔姿势，怎么想去厨房和面，还是去马厩刷马呀？对，差不多就得了，都已经2个时辰了，本世子的手都已经血抽筋了。那看来我们世子爷是想去当铺逛逛了。好娘子啊，要不然这个写东西的事情先缓缓。你答应欠我的债，是不是该还还了？什么债？那日在祖母的寿宴，我那套惊鸿的剑法都是为你而舞的。你答应我的事签了这么久，是时候该还还了。那练剑是为了保全世子的体面，怎就成了为我？我那日的剑法如此的好，连长公主都夸我，我就想求你一个香吻，难道不行吗？那个行，现在债已经还完了，你可以安心写字了。别说是圣徒了，就算是4书5经，我也一口气全部给他抄完。亲到了，真的亲到了，千金娘子亲我了。哎呀，我这孙媳妇儿啊，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称心。谁说不是呢？这么晚了，世子不在书房休息，来卧房做什么？那个，我能不能搬回卧房睡啊？你别多想，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只是觉得自从上次那次意外之后，我一直都睡在书房。万一祖母她老人家知道的话，她肯定会难过的要死。我想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在地上打地铺。沈如是，沈如是，
你有小字吗？祖母以前唤我小茹。阿如，那我从今往后就叫你阿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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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如。我点了安神香，快睡吧。阿如，等事情结束，你就这样一直在我身边做我的世子妃，好不好？等事情结束，我会自请贺礼，希望到时候你莫要太伤心。沈明珠，听闻你攀上了陆川，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明珠，你不是背叛我了吗？为何还要救我？刘启哥哥，你当真是误会我了。我就是知道能够将你救出来，才将你推出去的。这样你我二人皆可平安无事啊！真的？都是我错怪了你。周瑜看管森严，你是如何将我救出来的？我哀求了我父亲，动用了再行不得关系。沈远苍那个老狐狸，怎会为我冒此风险？幸好我令神的好眼，我费尽周折才将你从赵狱捞出来，你这条命可别让我白费心思啊！刘公子怎么伤得如此重？风声鹤唳，让他暂且在这避一避，待京中事了，我自会安排。二小姐，小人明白。阁主，刘琦已被魏国公府的人从赵狱中唤出。魏国公府，看来沈明珠的手远比我想象当中深得长。属下寻至城郊旧宅，其内有一对夫妻在照料刘琦，男子名唤裴老大，女子名唤阿云。阿云，就是之前沈府消失的那个丫鬟。是。看来沈明珠是个藏器。不仅如此，这阿云竟抛头露面当了赌坊里的保官，怪不得我们之前暗中寻找不到。什么？你说那个人竟然是阿云？该死！我当时为什么要问他的名字呢？天风阁送来的，他说他们的阁主在后门等你。阁主今日邀我而来，有何要事？听闻世子妃在前几日的寿宴上被那姓刘的摆了一道，那日倒未见阁主踪影。世子妃可知那诏狱里面关着的并非刘琦，而是魏国公府找的一个替身。真正的刘琦早已经被送往了一个安全之处。他们就不怕陛下发现后降罪吗？世子妃向来机敏聪慧，今日怎么如此不通此节？刘琦所犯的并非是死罪，关押不过是悬疑之计。等到时机成熟之时，那狱卒随便找个由头就把他们给放了。阁主今日约见我，想必不只是为了此事吧？我的人派人在暗中跟着刘琦，发现他在城郊有一所旧宅安置了下来，有一对年轻夫妇照料，而那个女子是赌坊里面的保官，还是之前沈府消失的丫鬟阿云。
你们要干什么？我劝你最好别乱动。我问你，我的祖母沈家老夫人究竟是为何原因而死？原来是大小姐回来了，老夫人是被沈夫人和二小姐长期用蚕丝罗下在饮食里，慢慢掏空身子的。果然是他们。他们？难道是因为老夫人的那些私产？是因为是乔金硕已经察觉到祖母已经发现他将我和沈明珠调换的身世秘密。调换？这是何意？我的亲生母亲并非乔金硕，而是沈远藏的结发夫妻陆云茹。我的名字如是，便是祖母在母亲死后依其名讳而改。难怪当年你救下我之后，我从未在京中找到过你。我知道，乔金叔怕祖母告诉父亲，然后毁了他苦苦经营的这一切，毁了他女儿沈明珠的嫡女身份，所以他就杀了祖母，是吗？所以他就杀了祖母。这些内宅密室，如果不细心观察，确实难以查出。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祖母她早就知晓此事，她一直隐忍不言，维持表面和平，其实只是为了护我平安。嫡长女，我从未想过争过什么嫡长女身份，但他们杀了祖母，就别怪我血债血偿。说，帮他们下毒的人是不是你？不是他，大小姐，阿云是被逼的，他们用他腹中的孩子的性命要挟，他才迫不得已做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阿云，如今我们都要死了，你还要帮他们遮掩吗？我知道你有证据，那个你拿回来的包裹，对不对？就当为了我们的孩子。若奴婢有将功赎罪的法子，您可愿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大小姐，这是沈老夫人临终前偷偷交给奴婢保管的。吾孙如是，见字如面。此玉佩乃是你母亲母家的传家之物，至亲之血滴上，凝而不散。若无亲缘，血便滑落。他日若需要向世人证明你的身世，此物便是铁证。祖母年迈，指望你莫要困于仇怨。君家小子品性纯良，乃可托付余生之人，盼你自由幸福。好了，没事，有我在。我问你们，你们二人
可愿意替我继续在这观察他们？我会保你们安全。等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份和盘缠，祝你们远走高飞。谢谢大小姐。此人我会一并带走。你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是。他怎么一直看着我？我不是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今日的衣冠有何不妥？阁主可喜欢焚香？偶尔用一些。你为何这样问？主子，我们被包围了。听风阁主，世子妃别来无恙。不知在下这请君入瓮，瓮中捉鳖，二位可还满意？原来是你故意引我们来此。哎，世子妃莫怪，陆某本无意与你为敌，只是听风阁碍了太多人的路，今日不得不处。你不过是恰巧被牵连。让本阁主猜猜，陆小侯爷是不是在沈明珠当时要救那刘琦之时，就不想此举？只是你为何会知晓这么多呢？这便是阁下不如我的地方，在床帝之间情浓意乱之时会吐露秘密，可许下终身的可不只是男人，那出场淫语一心攀附的女子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卑鄙！阁主，召集所有人手，顺流下游，赶紧去。是。现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向山顶突围。崖下面是深河，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机。找死！给我上！走，退！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这个听风阁阁主，而你是靖安王府的世子妃。你要想走，现在还来得及，还不快走！我若此时弃你而去，与那些鼠辈何影？今天要么同退，要么共赴悬崖。小心！你不是我命中的人，我怎会奋不顾身？只盼此生能不离不分。哼，我成就了一对亡命的鸳鸯。姐姐怎会如此坏说？必须马上送人工呼吸。一直都是你。有你是我的天。真是好巧，阁主这副尊容，与我家那个不成器的夫君。竟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若我没记错的话，你第一次以阁主身份见我时，我应该已经入王府，那个时候你也不认得我呀。我的好娘子，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一回吧。你的伤怎么样了？我包扎过了，军务刑，军务刑。我在，你快别动，让我看看严不严重。我起初之所以瞒你，是因为你一直都认为祖母的死和天风阁有关，我怕你恨无及无，更怕你因此疏远我。再后来，我就越发不知该如何开口了。娘子，你就原谅我嘛，好不好？娘子，你就原谅我嘛！全世界最好的娘子，好娘子，好娘子！阁主，世子妃，这个容颜，早不来晚不来的，偏偏这个时候来的正是时候。哼！阁主，属下来迟。请阁主恕罪。阁主，这容影参见阁主夫人。荣统领不必多礼。谢夫人。属下也按计划寻了2具身形相仿的尸身投入河中，等到陆川他们找到时，必然面目全非。真假难辨。这件事情你干得不错，以后遇见这种棘手的事情都交给你办。荣统领，还得麻烦你去城郊旧宅保护一下阿云夫妇。我怕陆川会对他们不利。世子妃放心，我们的人早已将那里暗中维护下来。多谢。那如今我们该作何打算？这几日呢，我们不宜在京城露面，不如依我之见，寻一个清静的地方，陪夫人好好休息休息。你说的这清静之地，竟是这醉春楼，还真是别有洞天。这醉春楼可是收集情报的好地方，你不会以为小爷我盘下这地方，真的就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吧？做得不错。阿叔表扬我了。阁主，陆川已返京，您与世子妃的死讯已在京中传开。朝中现在有何消息？丞相与魏国公的闻讯即刻入府面见陛下，只是那陆小侯爷在殿上声称，吞吞吐吐干什么？说。他说，经查证，听风阁主与世子妃早已暗通款曲，此次乃是借查案之名私下相会，不幸遭遇意外，实乃罔顾人伦，自取其辱。什么？你是说本世子的头上现在顶着一片大大的青青草原？那给您戴绿帽子的人，还不是您自己吗？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行了，我又不是同别人厮混，跟自己置什么气？我那是气我自己吗？我那是气他们趁我不在往你身上泼脏水。女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名誉大过于性命，我才不能让他们这么对你。我不在乎这些。你不在乎，我在乎。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找到那些家伙，小爷我要把他们大卸八块。你要将他们大卸八块，是不是也得找个趁手的时机啊？沈陆两党的罪证，听风可以收集齐全，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有了，将此物交给裴老大，他知道该怎么做。是。林子，你刚才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一些可以让沈明珠假孕的药。我在信中交代裴老大，设法让沈明珠吃下假孕药，并且在京中大肆宣扬
他怀有陆川骨肉的消息。如今听风阁阁主已死，陛下暂无人可用，必会对沈陆两家进行安抚。他们越是志得意满，便越会在意虚名，定会抢在沈明珠显怀之前，风风光光的大办婚礼。我就是要让沈明珠和乔静书在自以为攀上云端之时，摔得粉身碎骨。是不是觉得我做的太过狠绝？君无心，我此次前来，本就是为了调查祖母死因，为他复仇。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他们屡次三番的加害你，现在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我只是一直在想，当初娶你的时候，太过于仓促了，就连十里红妆还有百家庆贺都未曾许你。若能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过日子，那该多好啊！来，贤婿，请。再过几日便是小侯爷与明珠的大婚之期，到时候我们丞相府与魏国公府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同气连枝，荣辱与共。哎，岳父大人此言差矣。既然那碍事的听风阁主已死，从此朝堂之上再无人能掣肘我等。往后只有共富贵的锦绣前程。来，岳父大人，贤婿说的对。来，刘琦那个没用的棋子，我一命阿云夫妇杀了他，待事成之后，再一并处理阿云夫妇，这样就没人可以指证我们了。沈明珠，这个水性杨花的毒妇！刘琦，你怎会在此？来人，快把这个狂徒给我打出去！我为你不惜出生入死，你竟想过河拆桥要我的命！陆小侯爷，您可知自己穿的是我刘琦穿剩下的破鞋吗？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是从我的床榻爬上了你的床。恭喜陆小侯爷，你喜当爹了！沈明珠，你竟然敢让我魏国公府接盘！不是的，陆川哥哥，孩子是你的，你要相信我。好了，别再狡辩了。陆小侯爷这是急着去哪儿啊？不可能，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二人果然暗图款曲。若此事传回晋安王府，你们不知道王府怎么清理门户吗？清理门户，应该是清理你这种国之蛀虫。今日本阁主就让你死个明白。不可能！不可能！天风阁阁主是那纨绔晋安王世子。父亲，你可还记得此物？这是云如母家传家玉佩，怎么会在你手中？传家玉佩。那你可还记得此玉佩的玄妙之处？至亲之血滴上，凝而不散。若无亲缘，血便滑落。这玉佩可引亲缘，可是你分明就是……我分明是乔静说的亲生女儿，为什么会血凝于玉上？那是因为我是陆韵如的亲生女儿。不，你住口！你百般疼爱的沈明珠，其实是乔静书跟别的男人生下的野种。
这不可能！不可能！是不是你胡说八道？不仅如此，就连祖母的死，也是这对母女做的。只因祖母发现了他们偷天换日的真相。你血口喷人！沈如是诬陷嫡母，其罪当重。嫡母，你也配？这是不足的废物！你不是母亲身边那个丫鬟吗？老爷，是夫人和二小姐因奴婢腹中孩儿相携，逼奴婢将柴丝螺下在老夫人的饮食里，日积月累，才将老夫人的身体掏空的呀！这不可能！不可能！你身为当朝丞相，治家不仁，治国无方，祖母和母亲的在天之灵，对你失望透顶。不可能！不可能！沈明珠，人求前程本非你错，偷换人生亦非你所能选。我从未怪过你，也从未与你相争。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和他乔金硕一起下毒害死祖母。你扪心自问，祖母从来都知道你非沈家血脉，但是她从未亏待过你，不是吗？沈如是，你休要得意。明珠腹中怀着魏国公府的骨肉，我们还没输。对，我怀着魏国公府的骨肉。孩子，那不过是一剂假孕药的表象罢了。不可能，不可能！姐姐，我错了，我真的不知情，我不知道，求你饶了我！难道你一句错了，一句不知，就能换回祖母的性命吗？将这一干犯人一并押入诏狱。是。走。祖母年迈，指望你莫要困于仇怨。君家小子品性纯良，乃可托付余生之人，盼你自由幸福。怎么了？我知道你来京是为了查明祖母死因，为她报仇。如今大仇得报，你是不是就要离开了？怎么突然这么说？我知道你之前和我成婚，都是因为和我祖母做了交易。就算是为了我，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命运它一点点，一圈圈，一旋转，一婉转，只为这轮转。当我入目春风，好，从今往后，我便为你一人留在这里。千回百转又遇见。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沈远仓、魏国公府陆川结党乱政，贪渎营私，构陷忠良，罪证确凿，兹将二人革去官职，贬为庶民，即刻处斩，以正典刑。沈门乔氏偷梁换柱，杀害婆母，罪无可赦。赐白绫自尽。沈氏明珠助纣为虐，判处轻刑，发配北境苦寒之地，永世不得返京。钦此。脚下镣铐着母亲，心中的枷锁不知息。沈明珠，你便用你余生无尽的痛苦去赎罪。世子不是去处理阁中事务了吗？那，这是给你的，送你的礼物。
往后若是惹你生气，惹你不开心的话，你就用这个东西来打我。这个东西它足够硬，打起来也足够带劲。好端端的送这个做什么？就是想告诉你，我是真心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从今往后，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这一生唯有情难以捉摸，记住是流波着，黑白纵横交错。君无心，你对我是真心的。我带你去个地方，证明我的真心。此生铿然闪落，这一瞥经典的心间琢磨。这是那日红绸覆手，强败天地，迎娶你，并非我心中所愿。我知道你那时只为查案，而我也是为了掩饰。我们双方都不是因为真心而去嫁娶。可是故梦深处，谁在诀别？九霄宫阙，将前尘湮灭，当流云将爱恨去交织成此间。和烟花耀眼，寻觅星月间。和这么多亲友的见证下，阿如，你愿意摒弃过往的种种，就以沈如是和君无形的身份，重新嫁我一次吗？这一次没有算计，没有交易，只有你愿不愿意嫁，和我愿不愿意娶。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就在我知道你是我这辈子需要守护一生的人，从那一刻起，我便一直在准备。这凤冠上的每一颗珍珠，都是我亲自挑选，下配一针一线，也是我亲手缝制的。还有这并蒂莲簪，也是我亲手绘制的。你同心，生死不离。我愿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好，若是只手不肯放，若是只思你做什么？当然是送我的新娘子入洞房啊！不设防。
重柔。如是，我终于迎娶你。从今以后，十里红妆，百家庆贺，我都能补给你。谢谢夫君。你刚才叫我什么？夫君。那我们是不是该办正事了？等等，我还有一件事未曾告知你。其实我是……你就是那个英国的长公主，而且是铁面无私的冷面大将军，对不对？啊，你怎么……哦，是了，你是天下事尽知的听风阁阁主。不过，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事瞒着我？不错，还有一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巷子里面玩，救了一个小男孩，最后还有大人家的老大。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书写。原来你就是那个小郎君啊！好啊你竟然早就认出了我，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你自己认不出来，也怪不着我吧？看我怎么打你！华若，好夫人，好娘子，这良辰美景，打打杀杀多不合时宜，要不明日再执行家法。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哎呀！